再来关心咱国内核电咯，佛山厂2号机今仔日接到告急，对下晡就开始豆豆停机，也若到半暝12点进前都袂阁继续放。另外，因为佛山厂的燃料池也阁有空间，所以2号机用过的燃料棒会全部都甲刷出来。台电是强调讲，这个佛山厂停机袂去影响到咱国内用电。在世界能源短缺、危机日渐严重的今天，我国发展核能发电是一项最好的选择。民国70年一个资料影片记录佛山厂1号机反应器调整的过程。3年完了后，1号机正式来启用。无到1年内，2号机也伫74年5月18来上转。当年伫另外几机的背景下，政府积极来推动核能发电，更加强调核电成本低。再就成本比较，核能发电比火力发电便宜约1/4。经过40年，佛山厂2号机5月17日运转接召到期，再起源继续发电，贡献3.5%左右发电量。2号机准备开始降载操作，3、2、1。下晡开始，基础开始降载，台电有估伫暗时来改联脱离电网，过来走出进入无核电时代。10点左右会解联，然后就到凌晨以前，它就整个跟系统就脱离了嘛，就停机这样子。台电其实都有在准备啦，供电的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迄安徽伫3年前审查通过台电的独一计划，不过独一宽屏也未通过，独一许可也未核发。也若甲核一厂、核二厂无同，核三厂的独一会使如期来推动，因为用过燃料池也有空的所在，燃料棒袂留伫路心内底。台电公司也规划呢，停机以后，它就会依序进行反应炉开盖，然后把炉心的用过燃料全部移到用过燃料池，规划预定在5月24号可以完成。伫停机前一暗，佛山厂举办感恩会，厂内主管员工包厢总共100多人参加，想到过去辛苦的点点滴滴。本来要进入25年独一期的佛山厂，因为最近核管法修法通过，应申请搁再继续运转。核电是不是就此行入历史也有变数。核电存续也未确定。佛山厂已经早一步来布建55公顷的光电房，真做恒春半岛上大的光电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